大家好，我係李燦榮。喺嚟緊嘅日子裏邊呢，我會同活學同大家一齊研究下乜嘢係通識㗎。唔知大家有冇見過我呢？如果你喺1994年至2004年睇無線新聞呢，你見過我㗎。我係新聞主播嚟㗎。04年之後，哇，做咗更多嘅嘢啦。我去大學讀咗個碩士課程叫 EMBA。咁之後呢，喺香港、喺內地、喺澳門等地教官員、教幹部，教佢哋點樣面對傳媒。除此之外，我亦都去到企業嗰度教佢哋推銷、減壓、記憶、建立團隊等等等等，無數噶啦。咁嚟緊嘅日子裏邊，好多人都推出通識嘅。我教得通識，梗係唔同啦。我教嘅嘢唔係最多，唔係教晒你6個單元去到好深入咁樣，係教大家最少但係必備嘅一啲 framework 思想架構。咁用英文講下，呢個叫 learn to learn， 教大家點去思考㗎。亦都即係話，你識咗呢一系列嘅技巧之後，你就可以應對所有嘅問題。嗱，我試下問大家個最簡單嘅概念啊！大家有考通識啦，6個單元，你數唔數到出嚟啊？數唔到，嗱呢個呢就肥佬啦。數到6個有6分，唔夠嘅喎。我跟住會再問你啦。如果要將呢6個題材分類，點分啊？咁答唔到啦，係咪？嗱，咁我教埋你啦。第一，用地域去分，香港，跟住中國，跟住全球，係咪？剩翻落嚟點分呢？其實有2個層次嘅喎。一個層次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，之為之個人成長同埋人際關係啦。第二係咩呢？就係人同物同環境嘅溝通。咁於是乎呢，佢分咗2個啊，一個叫公共衛生，一個呢就係環保與科技。嗱，咁咪分咗啦。咁你以為咁啊已經得到最高分啊？唔係啊，仲有個高啲層次啊。如果我再問你，佢咁樣夠唔夠啊？咁嗱，我就會話俾你知，唔夠。點解？因為佢只係分咗地、人，咁天呢？宗教呢？文化呢？唔夠呢，係嘛？亦都即係話，其實比着任何事，我哋用一啲思維嘅框架呢，係可以分到嘅。嗱，再舉多個例子，大家就會明啦。譬如有個人話俾你知，我唔中意讀書，咁肥梗啦，係咪？有個人話，我會返學校好好聽老師讀書，高少少。咁再高啊，會係點啊？哦，原來呢，我會事前溫書嘅，咁又高少少係嘛？再高啲係點啊？我會讀埋課外書。好啦，讀埋課外書，再高啲係點？再高啲呢，咁就會話啦，我唔單止讀課內，仲讀課外，兼且我規定自己呢要讀一個數量嘅。嗱，再高啲層次係點啊？就話啦，原來我讀書呢唔係計量嘅，係計質，讀得啱嘅。仲有冇高啲層次？有，最高嘅層次就係話，姑勿論我讀乜，就算你俾嚿垃圾我都可以變成有用嘅嘢，係咪呢？嗱，呢個就叫層次，即係話俾任何嘢，我哋可以用個思維框架將佢分類，知道個層次點樣提升。最近我哋知時事評論員陶傑考通識肥佬，大家都關注啊。佢呢個係咩個案呢？呢個個案叫做唔識考試。咩叫唔識考試呢？佢唔識得將最主要嘅答案等喺最頭嗰度俾人知道。第二就係佢有啲嘢睇得出個問題㗎，冇講出嚟。例如咩呢？佢話呢個問題其實從政治角度出發，冇講出嚟喎。第二，佢話有啲數字你都冇提供俾我，例如呢啲，佢又冇講出嚟。咁人哋咪唔俾分你咯。好啦，咁你話嚟緊嘅課程，我哋會期望得到啲咩啊？每一堂我都會教大家一啲思維框架嘅，有笑話聽。除咗笑話之外，我會教大家點樣記憶一種思維嘅方法。咁另外仲有咩啊？一個思考題，一段你未聽過嘅新聞，一段你未睇過嘅片段，夠唔夠啊？唔夠。我仲會將6個單元個別嘅題材再話翻俾你知，我究竟點用嗰啲思維框架，令到你分得清清楚楚嘅。嗱，臨尾俾一個思考題俾大家。咁喺外國啊，真實例子啦，有人呢考呢個論文題目 essay 出咗3個字 What is courage？ 何謂勇氣？有一個人呢答咗2個字收筆啦。邊2個字 ？This is。聽唔聽得明呢？好啦，咁啊希望喺活學再見到大家。咦？臨走之前講多樣嘢俾你知好嘛？喂嗱，跟我讀呢個通識同其他人有咩唔同先？嗱，最重要一樣嘢，6·4我唔怕講噶，同你講埋分析埋天安門有冇死人啊嗱？仲有其他傳媒都講通識噶，咁我有咩特別啊？老實講啊，傳媒點會話自己嘅問題啊？我幫你比較傳媒，話俾你知邊份先可信。仲有教主唔敢講，我敢講，邊啲書你讀咗一定得，信唔信啊？我話埋俾你知，有噶。仲有一樣嘢係我先有，人哋冇嘅，我有實戰經驗啊嘛，我真係顧問嚟噶嘛。
到時再見。